最新闻来看，北韩的中央通讯社报道讲顶个月18走入去北韩的美国李登斌金恩，是因为伫军中受到虐待、轰击死，所以去北韩寻求庇护。这嘛是北韩头一届针对金恩案发表评论，也毋过报道中金恩的讲法敢是事实，并无证据。 23岁美国李登斌证言，讲因为伫咧军中受到毋是人的虐待加种族歧视，想要寻求庇护。这是北韩伫咧证言对两韩非军事区越境走去北韩了，第一遍透过国营媒体中央通讯社做这项报道。不过国际媒体无法度查证这种讲法是毋是真的。美国方面不讲证言是挑工非法越境，北韩方面讲因也认为证言是挑工的。 目的是要到伫咧北韩或者是第三国家，而且伊也愿意伫咧北韩或者是第三国家寻求难民的身份，并且讲伊对无平等的美国社会感觉失望。证言2021年1月15是一位检察专员派驻伫南韩，是因为论调伫南韩因为攻击案被拘留2个月。 本来应该遣返登去美国接受纪律处分，不过伊煞走离开机场，参加非军事区的观光行程，又搁越境走去北韩。北韩是世界上少数依然用极权共产主义统治的国家，长期以来拢正神秘，甲国际社会隔绝。领导人金正恩不被指控，伊所领导的政府系统性的迫害人权。证言事件拄发生的时阵，美国一直想要联络北韩，不过拢无得到回应。 迄当阵媒体就伫咧分析证言未来可能的命运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。